本身 Pre 我係5至5星到啦，咁最後就全部都 straight 5星星。上年12月度啦，咁我就開頭咧就係報佢嘅 intensive 先啦，咁之後咧去到最後嗰1-2個月咧就轉咗 elite 嘅。寫作啦，因為佢俾咗好多素材啦，咁同埋好多寫作嘅手法，咁係即係幫到我鞏固到而家就會清晰啲嘅每一份卷嘅要求係點樣，有一個適當嘅框架可以寫翻出嚟用到。佢會有講話素材啊，之後佢會扣連翻個答案啊，等等佢強調一定要有一啲元素要擺落去，令到我知道嗰份閱讀卷係原來係有啲咁樣嘅要求咧。寫作嘅手法上面特別有好多新嘅框架，令到個文筆再提升啲，因為佢都俾咗好多意見我啦，特別係個無限嘅改文，因為有好多例子啊嗰啲其實都喺裏面嚟嘅。即係其實學校有時啲練習可能真係上堂做完就算啦，咁但係 ISET 嗰啲就令到我喺屋企自己都會有機會咁樣做一做，究竟出到嚟大啲嘅 base 嘅成績係點樣？好風趣佢，有時又會笑下啦，但係有時認真嗰陣咧又考得好好啦，所以成個氛圍其實幾好。認真啲上 ISET 堂咯，因為佢都真係講咗好多有用嘅，而我覺得最後升 grade 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聽多咗佢嘅建議啊，咁樣去改善自己。多謝你 ISET 佬，真係雖然好臨急抱佛腳，但係我會見到自己都有進步，咁最後落到場先可以做到一個穩定嘅發揮咯，所以多謝你 ISET。